个方面，安尼本记也来翕咧。今天辛苦记着。瑞成学长，学长。学长。 啊！小心！改掉，哥，叫我转来。学生，学长，来坐好。哎呀，学生，我赢了。 学长，马上有好吗？许瑞成，你呀就自身难保哎，还要附近嘛该啊？我该学长。给你喊气。哈口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街。松绑一条虫，相信自家无路用。无从就无风。当当当当。 嘿哈个总，嘿松个总爱老爱高松，当当当当，莫强勇，当当当当，眼漂的人安在心中。夜间盼夜梦。 冬月松树一种果，寒天不迷蒙，大不了去家等起风。无偏就无烦，当当当当，嘿哈个总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总错。 错高错，当当当当，嘿哈个总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总爱留洒在心中。And 就向他走。哇，先生，唔可以煮菜哦。不会喏，等一下我是过去提的。你唔记哦，无结婚嘅男人哦，请袂煮哦。嘅香港嘅老祖先生嘅有去过过无？那一年。学长，鸟诶，条那么才好，来健康。
无送，学姐真系有意思哦。唔会爱上佚佗，就会爱爱出聊天呢。哇！好。ngày đó ngày mấy đi cái mỏ hạn, nó chào chào做盘，都得冇。好。可是还没睡啊？在画什么啊？蜜蜂哦。哦，你有那么多昆虫的书哦。蜜蜂哦，那你觉得我是什么蜂？奶棚哎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他会照顾其他的小朋友哦。那妈妈嘞？小乔，妈妈其实她也很关心你啊。你看，你有好多好多昆虫的书哦。我们早点睡觉好不好？好，午安午安。没电了，那我们睡觉好不好？那我们早点睡觉好不好？它没电而已啊。嗡嗡嗡嗡嗡嗡，别做懒惰虫。睡觉了好不好？嗡嗡嗡嗡嗡嗡，我们一起来睡觉，睡觉喽！嗡嗡嗡嗡嗡嗡，别做懒惰虫。我上爱做悄悄的好妈妈，我上爱做轻巧的昆虫学者。有条人一摆抢做得顾好一件事情，不过我老家条目同样，不管乜嘅梦想，总爱我失望，听说做得实现。也5年来，我一直安尼老七家讲，不过一下。我冇确定呢。
可能先生你弄唔来，你成讲的啊？是要有两个妈个麻烦的。喂，我请瑞成了。你嘿银泰冠强佳景。你用威迪啊？哦，边边嘅迄银泰，演员嘅迄冠强，立转股佳景。瑞成老来讲的啦，行鸦片，哦，从银机哦，伫迄100块，先过去啊，真好哦。眼上眼条是蓬头茶，眼线无限，哈。安妮姐。学姐。听说有问题。哎，以前在钓青蛙朋友呢，所以冇咩爱动面目看到瑞成学长啊。哦哟，好啦。要几多号啊？1号。第3度行100号，我一行都 nice 啊。小姐，你这个刺痛的讲阿乜事啊？那还来解决问题好冇？千金难买常让人的一个回头，对冇？瑞成学长，你怎么敢来啊？爱当上啊，也很带动喜爱本呢。哦。无可能啊！你就啱愛聽，係用我有看法。你轉過，你個肩膊唔係呀，係能安排，快回巢穴去。你臭妈的老妖大弟子嘅经验嘛，我怀疑个从坏，佢真经为本人 pass。唔用啥，都奇怪诶。你这位屈光性用全部唔见摕来啊？有贡献就应该比过去啊，比乡贡献，比乡喜么？比乡不稳等好诶。操不起。凊彩啦，唔用啥，还没叫下来。臭妈去讲诶，韩国人对韩国学1年加个课诶，无来做得下。有机会董演我也来看一下情形，不过我抱这个悲观立场。那没系哦，来出去做假嘅免费劳工厅啊，上款啊，臭妈的老婆少个东提就东提，无有诶。全球嘅假都会带下，不能超越亡魂。阿弥陀佛。嘿，莫少你乜嘅条件就莫讲。老衲真经吃动迄涉世未深诶，唔知迄咩做的 pass，
亲某妹偷条工钱，唔正经唔会老人讲条件，善哉善哉。事情忙做好就上来谈条件咯。有彩条专讲啦，整理好就两眼叫我去查验，收掉了哦。哦。OK， 散啦。我去创就叫记种啊！你等行迄摆地符粉跳水喷喷那就好诶。做唔得啦，移民姐讲要保持有机，要生物防治诶。唔看册倒也要按图，生物防治负唔差诶啦。了下啦，迄无伊捏到诶。学长，迄好弟学姐免条前店，一下1万块啊！移民姐有妹，哎，就低哦。女王蜂就会不会讲，才女王蜂啊。真劲！嘿，臭妈的嘿！唔嘿啦。学姐去假秃，计迄慢型诶，原来伫啊，但无安全呐，用诶唔走，通会紧走。富不祥，拄好见缝插针。做片阿爸，有本用有生灵诶，龙生人生胜利组哦。非法按走，好呀，来。学成，我还唔开叫，带我去幼稚园只瞧瞧，好冇？好。你好，请问是哪位小朋友的家长吗？哎，你在干嘛？跟你说，我们要好好的和平相处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不可以欺负人哦。来。小乔嘞。等一下，那是他固着的行为，请不要阻止他。什么行为啊？唔脱数唔脱数啦，有雅斯伯格症。雅斯伯格症。等一下，那是他固着的行为，请不要阻止他。什么行为啊？唔脱数唔脱数啦，有雅斯伯格症。雅斯伯格症。声音哦。
雅斯伯格症是什么？雅斯伯格症的小孩就像是住在另外一个星球上，他们很难跟我们沟通，所以大家时常认为他们是怪胎，没有朋友。亚哈伊悄悄，已经被长落个世界好动多嘞。你给他搞成什么？小强。昂眼兽。啊。哎呦，唔使啥，不要这么黏。俺就来这不巧。小周，你送来听个昆虫图鉴啦。安子 C。可以了。哎呦，晨光哦，时间跟你走神了，约了跟你的飞咪，实在了，歹势的。哎呦哦，哎，悄悄。先生，晨光时间挨落，挨有几发？这片黑矮思念的工作区，你有冇个事情系？我喺来看玉涵阿姨有啲啊么，上门记亚夫区呢有大讲嘅记么？数1公里有一条加油站。暗自说，瑞成学长用不中意按怪便宜。发啦！我跟我力，BG，哦，失败啦！过几个，失败啦！好嘞，再一次哦！失败啦！我大送时间好吗？杨英泰，唔好安永讲哦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你们聊一下。哇，豹子！呀，乜嘅手位 No.1，要学会甜分的差别啦。我们相信甜分，努力才有差距啊。会啦，用含油变成防治任务，嚟啦。唔是哦，我上到判罚嘞。学成，送办上到判罚的时间，唔本人送去医院，我就本主因动体，要不然又嘛该出事啊。希望不要又是危害到身体健康的建议哦。失败啦！哇，豹子 ！OK， 上场，耶！小乔，歹势，血压唔好，妈咪唔记得时间呢。好，今晡日到积木，好冇？来，坐好。小乔的。妈咪的，乔乔跟我做一样的哦。迄讲乔乔做好诶，妈咪就让你看看看《昆虫图鉴》，好冇？
这么干啦，较欢喜点位啦。唔是笑，臭马的假片，我受到判罚嘞。晚天就会晨光时间。晨光时间？你要留胸宽啊，臭马按管心巧巧，古手，光条路行。古送向动之以情，低脚桥 K 片回事哦。走，昆虫老声音呢，都得引发人心里最深处的同理心。哦，做嘛给留一数啊？我加入哦。包子太，给你嘞。牙齿牙打，你要着无爱做得嘿。你用过的啊？张无伊叫诶，你做嘛个按3毛 ，relax 好无？好啊，给你带俺去去了啊。就加满这些。唔对，我出去了哦。注音给片给嘞哦。中唔得，中冇问题啦。哪个冇问题就会冇问题好冇？有按简单嘿。当然啊，总简单。好诶。钱。欠点。拿落。看嘛个？啊。哎，唔好用的做戏啊！俺看过诶，富尔道清明一병茶，唔是小啦，打工的相关配套措施，俺都有经验诶。做得冇？俺看唔看按度保护嘅，迄兄弟啊，黑 boy，唔咩系？冇啦，俺迄次到地都市打工冇生气诶，上班反映听听。几句好，来先行。我爱用学习，有些药的哦做唔得，也做些药的哦也唔会切几页。啊，我喜欢都做嘛个咯，反正爱做民宿，所以好咧。妈，莫遐着紧啦，俺相信还有机会，俺上课呢。好啊。我吃到，要把你转来啊！老巧巧唔请，调试个哦。俺不管事就有可能转去学校，俺唔想破坏俺对佢嘅规矩。规矩嘛个规矩啊！阿妹老妹嘛个规矩，下棋都冇拉诶。俺小悄悄冇俺阿幸运，又阿妹下。俺小。俺妈妈就做唔好。你看啊，你就爱用，嘛个事情都要100分。你看俺中查不及格，婚姻不及格，唔过俺行迄欢欢喜喜啊，欢喜就好咧，系冇？不过2张50分，搞起来100分，俺唔爱。
耶！难怪秀蛮暗斗。小朋友，要早时节，请到一早好的味的，就不会冻凉啊。We are king of the world！ 哎，你钓那片用的喏？没问题。喊做的啊，那片无按洋葱啊。明姐，其实我钓当看一片的。明姐，等一下我钓还会继续看，再过来报告。好啦，来顺一片，还有乜嘅问题，唔能攞嚟讲哦。哦。去网友开始看那个冇问题。本来都冇问题啊。你就当看4条书诶，用咩的？哦，杨太，你看，一阵风，一风景，还有讲什么的做牌，此生无遗憾呢，你冇？你个讲什么诶？请都在上班呢，听说会长半年左右。你这样估哦？哎呦，你唔会啲要带一成瘾啊 ？Rose，where are you？ I need you。目前情势不乐观啊，杰克。哎，做得到的啦。做按到懂内看，拜托，肯定整条诶。我哋继续，等一下，喺情况时间，我去老小小松哥。一摆去做一件事情，做对吗？好。等一下，我去家要去喷洗片给答，晨光时间就拜托你3载哦。好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们要让女王蜂呢有更安全的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帮他们盖家喽！快点，快点！哦，好，有蜜蜂的有谁？好，那你要回去喽，快点。好，黄色，先回去，先回去。好，那再回来。我初步语亲亲叫的呢，安子谁？来，赶快来贴，来贴那个蜜蜂点，我们要回来保护它，快点。哦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来要保护女王。好，黄色，先回去，先回去。好，那再回来。那我要问一下其他小朋友，有没有人知道蜜蜂长什么样子？哦，对，巧巧答对了。小朋友，我们知道小蜜蜂怎么唱呢？嗡嗡嗡。好，我们要一起做嗡嗡嗡，快点！小蜜蜂跟小花喽。哦，大虫虫来这玩了，来走喽！小蜜蜂嗡嗡，快点！大虫虫要来了，大虫虫要来！大虫虫要来了，大虫虫要来了！快点，跟花花走，跟花花走。谁答对的？对，跟花花走，快点！啊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冰淇淋时哦，同你过去。小乔，来，佳佳，有反应哈。小乔，声音改变看啊，有用面了，啊。先生，我有表现用的，唔可以查吼。有较优质了，不过也幼稚园。有达到教育目的了。先生，介意思系我做的毕业，茶园给重开处理都用诶。
先生，也出从个结果用啊。早晨有判伊答案呢，不过当片发生的个搭一种同念错，无听错爱加强剂量，希望将我一切转去。不过安尼，今年的查可能就无办法摘的。农片啥个查验，有做出正确的评估嘛？你要了，虽然用一款自家的专业，昆虫呢一开始就用来解决农业品种好的问题，你根本个过一百强调。故说根本就要看亚条专业的时间，结果呢，像证明亚条做的做，有办嘅阿处多，用得好嘞。汉白哦，就要台上班，都估的嗰个法规弟弟好嘞，要证明啊对山赛判断是正确的。先生，我家山赛的事情，我来负责。唔讲，你用嘅负责。希望先生按照顾我，不过我想我无资格从哪个处理的，我要下需要我想修好。你想要修好，讲很多，也只係唔負責嘅方法。好，請好，做唔事嚟咧，聽日教育識派，搞出一隻學生嚟。学姐，还有乜嘅事情我一天说？唔是诶，我有大天发本产销班老皮下的输送公司，就安尼。云姐，学长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要当幼幼班的小丑，我也很想要负责啊。病虫害防治，我也很关心啊。只是我每次都把事情给搞脏，就像银泰讲的啊，许瑞成法则，好事总是会变坏事。我这样一直捅娄子，我心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松本，景风鸭。景风鸭。以前我在这里有看到过，不过有几多年就没看到哎。还有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哎，球球，很晚嘞，你要去哪里？哎，你有用过的啊？哎呦，有冇演悄悄睡梦啊？哦，冇啦，悄悄送出来行啊。你好啦，你都攞啲時間同都好。悄悄有看到嗎？報道上啊？報道上。係啊。好棒哦，悄悄。下禮拜哦，我請你同我朋友天數啦。今年還沒等你到報道上太爆發，金南埔就做得啲。報道上，台灣特有保育類昆蟲，我迄禮拜看到樣片。陳冠強，
你用本唔肯买来看，开拓昆虫那3年，还蛮看到报道上面画的。二森学长，我看到报道上真惊动啦。当然啊，对昆虫那来讲，就像看到日本秋叶原 AKB48 的剧场，都很晕呢。Who cares AKB48? I'm care。那比 AKB48 厉害100倍。爆豆伞又称狐狸蝉，学名 Formotercina siegorum， 是体型超过39公里以上的大型蝉类。特色是前胸背甲前缘中央有2枚黄绿色的斑纹，左右两侧也各有1枚 C 字形的蓝绿色斑纹。因为我看，伊少来看呢，迄深夜个点的。我跟讲，伊青岛也在报道上，吉安埔尽可能有啊。明姐，这么该向我发了报道上吗？我寒舍事件，行到报脑杯，就做在看到警方也蛮耐逼，一出门。就坐在塘道报道伞还没上，呀哈，全球变做保育类昆虫，俺上到就唔攀的。系啊，因为发了报道上有10年，离开学校过后，还继续一项研究，起码有5年的时间。本来想讲哦，今年真有希望。那这刚要看到因个研究，才注意到，头发上个做个除虫，不过伊上个使用的本虫的，做到研究世界。一种对自然有热情的人才，是伊咧学的昆虫学者。你讲莫基小种研究大数咧。先生，下望你讲的按好啦。好嘞，要真紧，要清明几点了？你看，挺痛嘞。用安呢？明姐，佮本记迄个时间啊？无希望啊！点？油画失败了。一鸣，唔怕啦，我听说喊你决定嘅，做你好搞，
认真去喊较多经费，免毋是一个做得很辛苦啊。不是，就安尼，又讲大毛路，要互交接分其他有兴趣的呢。明明，学长，麻烦你带巧巧先转一甩嘛。大家要好转一甩的，来留下来收东西就好。明姐，明姐，早点睡哦。做豆茶，某种压力的书的哦。要无听出迄书的问题啦。三妹长成成种几率不到10%，有90%会在各个阶段死亡。像这种在地底下待了5年，有化成功的几率不到5年，正因当初5年前，MD 这个做乜嘅？想要做嘛？应该想5年后，MD 个做乜嘅？报告警卫，迄老衙门讲，其尾安排我去报告做事，像我一做无后悔，群众也毋免马去转错，可能就是中门，做因生意。会啦，离。伊咧小棚诶来耶，唔讲干木棚诶，我用个30年小棚诶经验，保证本也就好咯。我真经无骗，我做老人强下等。自己冇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。移民去做阿妹，唔系冇办法本地嘅法，今后做不乱了。条板唔管啊，一下看无资格啊。A 3号几款啊？冇听错，去大爆发。你。了了，心都嘅伤。讲惨惨的，用你的呀，笑眯眯嘅，痛痛的呀。老水嘅皮痛，快让袂得讲，嘅爱路逼迫，动物养了嘅事，
个动词，切切切切，两三三的，真了了。